有另種作別個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鐵腳萌新，視頻嘅開頭嘅古年平另種撈落嚟一個笑話下。我今日來教咗激樣的腳的當稱，每日就向你嚟舉辦聖靈開光嘅順水嘅儀式，也就是農曆嘅4月秋5，人之中上嚟參觀嘅只攞了聖靈有獎及永獎。今年攞了聖靈增加了值度，所以嘅更多是31年嘅。紅靈出名有獎，青靈出名永獎。有獎永獎這場有，特登6月來1了。開光儀式該到每日嘅9點20分、9點30分嘅順水嘅儀式，每晚6點半下午，參觀人係領眾人，領眾人嘅當時下午門蓋門會，別個落參觀人係領眾人形象，做到該舞台嘅形象。了。好，大家能弄嚟點埋讚，仲能弄大糖，了無關注點埋關注，每日總是嚟的掛緊個。